咱们大上海生病了，全国人民都团结一致给上海加油，但有些人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。那位大肆侮辱、谩骂外地人的臧某人，属于人渣中的极品，自然不足挂齿。还有一位自称某985毕业的上海女士，居然把免费发放的蔬菜扔进垃圾桶，还发视频说农村人送来的3瓜2枣不卫生，这是有多么的无知狂妄。这些人当然会遭到无数的批评与攻击，但是有些博主趁机调侃，甚至丑化起整个上海人民的形象，我觉得就太不应该了。我已经刷到好几个这样的视频了，点赞率还挺高。其实一个人的优良品质和地域是无关的，哪儿都有好人，哪儿都有奇葩。我就有很多特别仗义、特别大方的上海朋友，而且上海人民普遍的素养都挺好。那些说风凉话黑上海人的人，恰恰显示出他们自己内心的卑微，就如同总把格局度量挂在嘴边上那帮人一样，但他们自己就是没有格局、没有度量的人。那关于上海最招黑的地域优越感，其实这不单单上海有啊，大城市优越于中等城市，中等城市优越于小城市，就连一个小小的县城，不还有人瞧不起我们农村人，不是吗？这种现象国内国外都有，不足为奇。当然，今天这个作品不是为了讨好谁，也不是为了贬低谁，只希望在这紧要关头，大家一起给上海加油打气。加油吧，璀璨夺目的大上海，奔腾吧，万里滔滔的黄浦江。浪奔浪流，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淘盡了世間事，混作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裏分不清歡笑悲憂，成歌失敗，浪裏看不出有未有。愛你恨你，問君知否？似大江一發不收。轉千彎，轉千行，仍未平復始終爭鬥，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歡笑悲憂，仍願化8000浪，在我心中起伏高。